晚安，歡迎大家收睇天主教報紙摘要，我係 Aaron。睇今個星期報道，共教報今個星期第一則嘅報道先講，信友們給周主教送上祝福。有片睇先。恭喜周守仁主教擢升書記。咁希望以後咧能夠開展一個順利嘅溝通嘅橋梁過程啦，連接到香港啦、中國啦，同埋呢個普世教會，引領更加多國內同埋香港嘅年青人係有努力有聖召發展教會嘅福傳事業，希望能夠將香港嘅年青人更進一步努力向前。恭祝我哋嘅周守仁書記帶領我哋香港教區走向更美好嘅未來。恭喜周書記，希望你繼續牧領住香港嘅教會向前邁進。我會繼續為周守仁書記鼓勵佢，我哋要為佢繼續祈禱。恭喜Cardinal 新 Cardinal，我會日日為你祈禱，因為責任好重。求慈愛嘅天父都賜你身心康泰，賜你嘅智慧，讓你都能夠係敏於聆聽天主嘅旨意，係帶領香港嘅教區繼續係邁向天國，放鬆心情享受呢個重要嘅時刻咯。我哋成班一齊都喺出邊陪住你。多謝呢啲教友嘅祝福，尤其是出團嗰啲。而觀禮團咧喺28號，即係喺上個星期三咧，已經出發去到羅馬，即係已經喺27號嘅時候已經出發去咗羅馬嗰邊嘅啦。咁28號咧已經去到可敬者利瑪竇神父嘅故鄉意大利嘅馬切拉塔朝聖，去到佢嘅出生點同埋相關嘅教堂，去認識佢嘅生平。觀禮團團長陳永超副主教亦都話，周主教延續呢一位耶穌會嘅先賢，貼地嘅牧民風格同橋梁角色。教區主教馬可尼亦都接見觀禮團，並請觀禮團代佢向擢升嘅書記周主教致意。馬可尼主教亦都期待異國主教同周主教一齊參加世界主教代表會議。而有關於周主教周書記嘅資訊呢，聽日就會不斷更新，留意住 Catch 同天主教新聞頻道 Catch 同埋公教報嘅最新報導啊！而香港觀禮團出發㗎啦，亦都係見證周書記升書記嘅。佢哋喺27號，即係喺今個星期三就已經出發，晏晝出發去羅馬參加今日喺梵蒂岡聖伯多祿戒殿舉行嘅擢升書記典禮，為周主教送上虔誠祈禱同祝福。觀禮團由陳永超副主教擔任團長，宗座外方傳教會林柏榮神父擔任神師。觀禮團將會喺10月4號，即係下個星期三，就會參加由教宗方濟各主持嘅世界主教代表會議常務會議揭幕彌撒。彌撒由周守仁書記等多位書記同主教共祭。觀禮團亦都會去到可敬者利瑪竇神父嘅故鄉馬切拉特等地朝聖。預計10月5號，下個星期四嘅黃昏會返到香港。呢個就係佢哋觀禮團參觀意大利利瑪竇聖地馬切拉塔。我相信其實係利瑪竇好啦，或者我哋嘅主教好啦，對於喺香港扮演個橋梁教會嘅角色咧，其實都當中有呢一種嘅信仰心態喺當中啊，就係願意就係將人與人之間嘅關係拉近之餘亦都將人同神嘅關係同時都拉近。我相信都係秉承住呢份嘅精神。不過我會補充少少嘅，唔係淨係利瑪竇。而係呢個其實係耶穌降生成人嘅嗰個奧蹟裏邊所蘊含住嘅嗰種天主對人類嘅一種愛啊，佢願意同人喺一齊嘅嗰種心態。因為周主教自己本身都係一個好着地嘅人嚟嘅，咁佢好投入喺文化當中啊。特別大家都知道佢從事教育工作嘅時候佢同青年係好走得埋，佢好肯去聽啦，好肯去
明白佢哋啦。咁其實我相信呢份都係嚟自即係佢對利瑪竇嘅嗰份嘅精神或者嗰種嘅了解咧，而滲入佢自己嘅一種牧民嘅取向當中嘅。好，條片就放送完啦，仲有一條片咧，就係佢哋出發。香港教區觀禮團亦都喺9月27號出發，我哋一齊咧就過去羅馬嗰邊啦，參加周守仁主教咧，佢就被教宗所揀選咧，其中一位嘅司機啦。其實咧大家都見到咧，我揸住一隻布嘅長頸鹿啦。咁大家都知道咧，周主教咧佢個牧徽上邊嘅其中一個標記嚟嘅。咁咧大家都可能從報章或者聽訪問當中都聽過咧，主教講嘅介紹長頸鹿咧就係高瞻遠矚，同時咧佢有一個大啲嘅心。咁咧呢個咧都係配合咧佢嗰個牧民嘅取向。咁我所以咧就想諗住帶住一個咁嘅標記啦。咁一方面咧就係提醒大家啦，我哋咧就係嚟參與主教嘅呢一個作聖禮啦。咁另外一方面咧，其實就喺行程當中咧高舉佢嘅時候咧，團友咧就容易揾到我。我係 Peter 風啦，咁今年我哋都係有幸啦，能夠即係揾到個位參與呢個亞洲書記啦，即係佢榮升呢個書記。咁其實我覺得即係呢個教會俾我哋好大嘅祝福嘅，希望佢能夠發揮到一個橋梁嘅作用啦。我哋中國同埋香港啊，呢個好重要，其實真係。有關周守仁主教嘅書記作聖禮，將於10月1號起不斷更新，詳情請留意 Catch 及公教報。好嗱，呢個報導就頭先同大家講咗噶啦，睇下第2則嘅報導，都係同周主教有關嘅，就係周主教勸勉教育工作者新學年入邊迎難而上。呢一個新學年開始咗冇幾耐，已經收到唔少學校停辦縮班嘅消息。今朝仲收到有間幼稚園要停辦，感覺係一場唔知道打幾耐嘅仗。天主教香港教區主教周守仁書記喺9月22號嘅新學年簡一祭入邊講到嘅時候講到，為有信仰嘅教育工作者而言，呢一場唔係講求輸贏嘅仗，而係應該係可以擴大對教育界同社會人士嘅彰顯愛德、信德、望德嘅一場仗。全港教區中小學幼稚園嘅校監同校長當日一同出席喺聖母無原罪主教座堂舉行嘅新學年感恩祭暨新任教育事務主教代表助理、專項事務顧問、教區學校校監及校長派遣禮。佢哋喺感恩祭入邊之前參與咗由天主教教育事務處舉辦嘅信息發佈會。周書記亦都喺講道入邊勸勉教育工作者要教育學生有求真、謙遜同埋知足嘅精神，好能夠接受多元嘅文化，認識自己嘅不足，亦都欣賞生命中嘅不同祝福，有快樂嘅生活。其實教育不就係要將呢個快樂之道影響我哋嘅學生，教佢哋咩？周主教亦都話，當教師教導學生將成就同成功放喺合乎人性同眾生尊嚴嘅基礎上面，嗰種成功同成就係咪真正為學生帶嚟快樂同幸福呢？感恩祭入邊，周書記派遣咗5個新任嘅教育事務主教代表助理，2位新任嘅專項事務顧問，8位新任校監同12位新任校長，授予佢哋十字架、教區學校聯會嘅會徽、領帶同絲巾，勸勉佢哋積極履行天主教教育使命，協助學校教職員成為良師，使學校成為傳揚福音、見證仁愛嘅園地。長洲聖心幼稚園校長陳少娟亦都話，成為校長之後，亦都有好多事情要適應，除咗面對新工作之餘，亦都要有修身嘅壓力。佢喺感恩祭入邊，從書記手中領受十字架之後，感受到教育使命嘅重擔，亦都感受到天主嘅陪伴，加強信心面對任何挑戰。而天主教香港教區喺每年嘅9月第4個禮拜日定為教育日，
亦都叫做教育主日，既進一步肯定教育對個人同社會嘅重要。今年嘅教育主日主題係這樣，最後的將成為最先的，最先的將成為最後的。呢一日嘅感恩祭入邊嘅福音章節，呢個主題指出，教育唔應該只以學業成績作為唯一嘅成功指標，而係幫助每一位學生發揮潛能，並且鼓勵教育工作者效法天主嘅大愛，對唔同背景嘅學生有教無類。因為不論先後，每一個團體入邊都係同樣重要，人人都有崇高嘅價值。屯門天主教中學校長黃傑為咗係更加了解學生嘅學習表現，而家學校教授中史課。呢一次嘅教育日嘅主題，提醒佢關心唔同學習差異嘅學生，幫助佢哋發展潛能。石籬天主教小學新任校長梁宇輝就提到，相比其他學校，教會學校喺推動價值教育入邊增加咗個價值觀教育，就係努力推動天主教教育嘅5大核心價值。我今年新嚟，亦都係學校最後來嘅人，但亦都係走到去最前㗎，因為負責帶領啊嘛。佢指出，學校喺呢個新家庭入邊，不論係先嚟嘅定後嚟嘅，每個人都係堅守住不可或缺嘅崗位，各有重要。今個星期嘅第3則報導都係講樞機，今次小百科係講身披紅衣，甘為信仰捨命。我哋有條片俾大家睇睇先。樞機小百科，樞機禮服小知識。每逢教宗委任新樞機，羅馬嘅裁縫店就會忙個不停，因為所有新樞機嘅禮服都係由人手縫製。今次就同大家一齊睇下呢套樞機禮服同樞機羅馬長袍嘅真身，仲有各件服飾嘅意義。禮服以鮮紅色同白色為主色，整套由羅馬長袍、小披肩。禮服以鮮紅色同白色為主色，整套由羅馬長袍、小披肩、腰帶。更新，詳情請留意 Catch 及公教報。好啊，唔該曬天主教新聞頻道嘅新聞資料。咁講到頭先嗰節新聞入邊咧，頭先我都 cut 咗嘅，因為都3點咧接近喺升樞機啦。呢一節咧就同大家講做啦，為讚美全能天主嘅主並為宗座嘅尊榮，請接受呢個紅色方帽。呢一個係樞機職務嘅標記，表示你哋要隨時隨地致力為傳揚基督信仰，
並維護天主子民嘅和平安寧，以及神聖羅馬教會嘅自由同傳播，甚至傾流熱血，亦所作不辭。咁呢個經文咧係嚟自摘星樞機典禮嘅經文嚟嘅。新樞機着上鮮紅色嘅禮服，逐一走到教宗方濟各之前跪低。教宗將樞機嘅方帽戴喺新樞機嘅頭入邊，再授予權戒，並將羅馬嘅領銜堂區指俾佢哋，以表示佢同教宗喺羅馬教會嘅六名事務上面共負一軛。教宗亦都喺9月30號喺梵蒂岡聖伯多祿大殿教宗亦都喺今日嘅晏晝呢，喺梵蒂岡聖伯多祿大殿作聲，連同香港教區州省人主教嘅有一位樞機嘅禮服亦都係鮮紅色，代表佢哋必要嘅時候為信仰作證，流血亦所留不止。頭先喺短片入邊呢，就同大家已經介紹咗樞機嘅服飾、禮服同埋樞機羅馬長袍嘅分別啦。每逢教宗委任新樞機呢，羅馬嘅職奉店呢係一定係忙個唔停嘅。每年都係頭先嘅片段都講得好清楚，係要用人手為新樞機裝禮服。而天主教香港教區主教周守仁嘅樞機係揀咗間係特別為教宗同樞機服務嘅百年老店啊，為佢呢製咗嗰間禮服個。為準備周主教喺今日作升樞機嘅禮儀入邊，佢第時所着嘅衫呢係背後有羅馬店職奉同教區委員會職員余惠理修女所悉心嘅準備。余修女話：周樞機嘅禮服同羅馬長袍係羅馬嘅職奉店家係按梵蒂岡所指定㗎，傳統上面係用羊毛布料縫製而成。雖然呢啲羊毛布料係比混棉質布料呢係更薄同更乾爽，但係好難燙平佢啊！如果燙得唔夠仔細嘅話呢，衫就會衫摺呢亦都不消一陣間呢就會彈翻原形啊！所以余修女亦都係要唔少時間呢要反覆燙平件衫。公周主教着你呢係拍攝官方相啦，同埋喺梵蒂岡領受樞機嘅使命。樞機禮服同長袍亦都係必須要乾洗㗎，亦都要用高身衣櫃掛好，避免暴曬，亦都要細心呵護㗎。鮮紅色嘅樞機禮服係參與祈禱所穿嘅服裝。每逢教宗主持彌撒嘅時候，當樞機唔係參與共祭嗰陣時，便仲穿着禮服出席禮儀。而黑色嘅羅馬長袍係樞機嘅制服，如睇進見教宗出席教宗會議、平日辦公同主持活動嘅時候着㗎。教宗亦都喺基督在世嘅代表，佢嘅白色羅馬長袍亦都係象徵復活嘅基督。余修女都強調，樞機禮服嘅鮮紅色代表殉道，彰顯樞機甘為信仰流血作證嘅使命。余修女亦都話，教會都有各種唔同嘅禮服同制服，用以顯示神職人員有唔同等級同身份嘅區別。服飾亦都會因應時代需要，亦都有所變化。喺過去1個世紀，樞機服飾特意簡化，例如方便日常行動而省去咗長披肩。另外，有關於教區觀禮團啦，佢哋已經頭先都已經同大家都分享咗個則報導噶啦。跟住一啲活動啦，頭先就同大家介紹咗樞機俾小百科講禮服啦。直播就啱啱播完噶啦，應該同大家睇翻頭先嘅片段。我哋準備播休息嘅時候呢，有少少特別片段俾大家送上，跟住就先 cut off 嘅。另外，跟住關於新樞機嘅資訊呢，聽日就會不斷 update， 要留意啦。去 catch 同工教報4號啦，天主教嚟緊呢11月會有2個活動。4號係教區周主教履行樞機嘅求恩彌撒，下晝3點喺主教座堂舉行。咁嗰日呢，睇下使唔使做嘢啦。如果做嘢都要分擔少少時間。4號呢仲要係禮拜6添啊。咁啊，如果唔使做嘢，我都會過去為我哋嘅主教祝賀啊！特登去大堂參加佢嘅特別求恩彌撒。我會早少少出發嘅，會嗰日呢，我會早少少出發
咁我就唔會話晏啲出發啦。咁亦都會早錄天主教報紙摘要，率先報導。20號呢，就要憑呢一個活動呢去入場嘅，可以去埋酒會，我哋一齊代表為學校代表啦，亦都為慈善代表咧一齊作出最新嘅報導噶。頭先都同大家都介紹咗噶啦，片段呢就已經都講咗嗱。如果未睇翻上一兩期嘅公教報講嘅書記小百科，上一集咧一開頭同大家講咗盤點書記嘅冷知識咧，同埋書記木徽小知識，大家又唔知有冇睇咧？大家可以喺呢度撳片重溫啦。上一集嘅公教報報導，即係呢個天主教報紙摘要都有講過嘅。大家如果未睇咧，就歡迎大家去翻 YouTube 重溫。第四則嘅報導係關於世界主教代表會議喺10月嘅4號咧正式揭幕，而天主教香港教區周守仁書記亦都會出席。我再次邀請大家喺30號聖伯多祿廣場舉行嘅普世晚禱聚會，並為喺10月4號展開嘅世界主教代表會議常務會議祈禱。教宗方濟各呼籲全球教友為世界主教代表會議常務會議祈禱，將會議交託俾聖神。全球多個教區喺9月30號舉行晚禱，其中天主教香港教區會喺當日嘅夜晚8點到10點喺堅道聖母無原罪主教座堂舉行嘅泰澤祈禱聚會，第二朝頭早亦都係舉行彌撒，迎接同日嘅揭幕會議。呢一屆主教會議嘅第一期常務會議喺10月4號到29號喺梵蒂岡舉行，主題係為一個共義同行的教會，共融參與使命。超過360名與會成員擁有投票權，有兩成係非主教，其中54個係女性。天主教香港教區主教周守仁書記同香港教友鄭小慧一同獲教宗方濟各委任為世界主教代表會議常務會議成員。主教同其他修道人平信徒聯決投票，成為今次會議嘅創舉。世界主教代表會議秘書長格雷奇書記致函俾普世主教團，請佢哋呼籲教友透過祈禱去參與同支持呢一屆主教會議嘅常務會議。書記話：主教會議係一件靈性、祈禱同聆聽聖神嘅聖事，真正嘅主角係聖神。世界主教代表會議副秘書長德聖馬丁主教就話，2位中國嘅主教將會出席今屆嘅主教會議，亦都係嚟自內蒙古自治區嘅澤寧、烏蒙教區嘅主教姚信同山東周村教區楊永強。而聖座傳播部部長、世界主教代表會議信息委員會主席盧菲尼就話，中國教會嘅臨在係對世界主教會嘅重要，顯而易見。呢個亦都係對整個教會同中國人民嘅係重要。第5則嘅報導係關於教義發展賴教會傳統副皮勒書記。梵蒂岡第2屆大公會議帶嚟咗好多祝福，其一個肯定教會教義嘅發展，就係梵意主教佢哋喺天主的啟示教義憲章入邊寫，教會由宗徒時代開始，使規勒基督徒要堅持你們或由我們的言論，或由我們的書信所學得的傳授，維護從前一次嘅永遠傳與聖徒嘅信仰。與此同時，梵意主教亦都俗稱宗教傳承於聖神嘅密度之下，喺教會內繼續㗎，因為對傳授嘅事蹟同言語之領悟係有進展。呢個進展亦都係個教友嘅默想同研讀，因為佢哋亦都會將事默存喺自己嘅心中。二係因為佢哋所經歷嘅星神事物係有助深切了解。三係就係主教嘅宣講，佢哋係繼承咗主教職位嘅時候，領受咗正確
集述咗真理嘅特因。原來教會隨住時代嘅運轉，不停照住天主嘅圓滿真理挺進，直到天主嘅言語喺教會內完成為止。教宗本篤16世喺2009年致函俾嗰啲拒絕大公會議嘅教義嘅人，亦都講簡明咁申述咗呢份真理。教會訓導嘅權威唔可以停留到1962年㗎。舊年教宗方濟各亦都經常引述咗萊蘭嘅聖味真爵嘅之言。呢位公元5世紀嘅隱修士兼作家，曾經喺教會肯定係教義隨住時間得以鞏固、發展同加深。教義嘗試集明咗基督信仰嘅真理，真理固然不變，但表明真理嘅方式可以係有所發展。舊年教宗方濟各牧訪加拿大，喺回程嘅航機入邊接受訪問嘅時候講，一個不從教會層面擴展其思維教會係一個倒退嘅教會。教區亦都引述美國已故嘅基督宗教史大師帕利坎，呼籲人要注意傳統同傳統主義嘅分別。帕利坎亦都係寫到，傳統係死人嘅活信仰，傳統主義係活人嘅死信仰。呢個係基督徒傳統嗰本書嚟嘅，就叫做《基督徒傳統教義發展史》嗰邊寫㗎。帕利坎其後亦都喺接受訪問嘅時候，亦都解釋傳統係存在於過去嘅對話當中，同時緊記我哋身處邊度、邊一個時間，一切都係我哋決定。傳統主義就覺得所有嘅事係依舊有傳統，由共同嘅傳統入邊達到一致嘅共識，先至解決問題。係㗎，我哋需要過去嘅對話，並嚴肅咁尊重我哋嘅傳統。正如柴斯德頓咁樣寫，傳統係屬於亡者嘅民主，民主反對剝奪人們生而為人嘅資格，傳統則係反對人嘅資格因為死亡被剝奪。民主亦都話俾我哋知，不要忽視一個善人嘅意見，縱使佢係我哋嘅新郎。傳統亦都話俾我哋知，唔可以忽視世人嘅意見，縱使係佢哋嘅父親。與此同時，我哋傳統核心嘅教義係需要喺每一個時代入邊分別聖神嘅行動。我哋蒙召更多深入地認識我哋所信嘅真理。教宗方濟各喺今年4月喺布達佩斯同耶穌會會士會面嘅時候，亦都講，透過大自然嘅圖像總結教會對於教義點樣發展得到適當嘅理解。歷史同恩典從根基由下而上流動，好比樹枝孕育住出果實。然而上若冇呢份流動，人只係一個絲走肉嚟嘅啫，倒退住永遠無法令到生命得到延續。而最後一則報導係本地教會天主教與聖公宗青年合一生態靈修對話。天主教會喺9月1號到10月4號嘅受造界時期，夥拍聖公宗一齊舉行合一生態靈修對話聚會，讓兩個宗派嘅青年分享信仰同環保理念。今次嘅聚會喺9月17號喺聖神修院舉行，由天主教香港教區夏志誠輔理主教，由聖方濟嘅太陽歌分享基督徒同大自然嘅分享欣賞之情。聖公會香港島教區謝子和主教就講解聖公宗對環保嘅睇法，並提出咗環保建議。大約50位嚟自天主教同聖公會嘅青年參加喺聖神修院花草樹木之下祈禱、默觀並體會上主創造的美好，並分享佢哋嘅環保睇法。今次活動係由聖公宗天主教合一與使命委員會主辦，香港聖公會4區聯合青年事工同天主教香港教區青年牧民委員會協辦。生態靈修係天主教同聖公宗嘅合一對話嘅共同關注點。我哋希望凝聚青年，
一齊喺呢度開展交談。天主教香港教區青年牧民委員會執行秘書莫正儀就話：希望青年表現投入，積極交談。主辦單位計劃喺24年3月喺寶血田園舉辦一個靈修營，讓青年透過耕作更加深入咁體驗生態靈修。我哋進行第二部分之前，我哋特別留意下主教升書機嘅特別短片。可以見到呢，就係周主教入場啊！喺一開頭嘅時間呢，就你可以見到周主教係喺聖伯多祿廣場嗰邊呢係入場㗎。咁我睇翻頭先嗰條片先。可能你遠處見到呢個係嚟自繁體新聞媒體俾嘅報道嚟嘅，同埋呢個係技士教區，我唔可以再即係可能資料來源可能提先。你可以見到頭先見到可以見到周主教係同蔡慧文係黐住咗啊嘛，跟住上到去個祭台度，之後呢，就進行一連串講道啦，同埋有啲大型禮儀嘅，之後就升書機啦，睇下周主教嗰下。呢個就係我哋嘅周主教啦。我代表有個道下，我哋主教啦，周主教出場 ，O 嘅。嗱，而家你見到佢跪咗低啦嚇，之後咧就授予佢見到個小圓帽啦，跟住就嗰個禮方嗰個禮帽啦。禮帽先。禮帽。咁就夠鐘就你講啦。升書機啦，到書機。並且咧授予戒指嘅。戒指，見到啦。Dei onnipotenti, se Sant'Orlo Apostolo Petri e Paolo, tibi committimus titium Santi Giovanni Battista della Salle. 係喇沙堂嘅門徒神父啊！恭喜晒！嗰個喇沙堂，好嘢，好嘢！好嘢，我哋都主教啊，恭喜晒！羅馬聖喇沙堂區嘅主任司堂，周主教。恭喜晒啊！我哋嘅周主教。發到冇辛苦啊！呢個司機啊！嗱，呢個就我唔睇啦，呢度 skip 快少少。咁跟住見到咧，周主教好似係同新嘅主教攬過下㗎，好似。完咗禮儀之後咧，就教宗方濟各咧就亦都同我哋握手啊！我哋睇後少少。咁逐個咁騰過嚟啦，我 skip 快少少啦。嗱，周主教喺後邊啦，嗱頭先呢度可以開始睇啦。嗱，周主教呢度後邊啦。周主教望到啦，後邊啦，望到啦。特別要關心嗰啲周書記啊，周書記啊。人士同埋青年，嗱，我哋嘅主教。周主教啫。你兩個耶穌傾咩偈啊？喂，我聽唔聽得㗎？周主教你翻嚟講翻俾我哋聽啊！呢位重要啊！咁跟住就行咗佢啦，就翻咗去啦。咁活動個直播歷時接近1個鐘啊！我做咗喺宗教台做直播咧，直播歷時1個半鐘，接近1個半鐘頭啊！所以就都算係話都比較長啊！如果想睇翻重溫嘅話呢，歡迎大家去翻宗教台 YouTube 頻道睇翻重播。我哋休息一陣，轉頭翻嚟就有其他消息。其實今日彌撒嘅福音呢，有一個背景嘅，個背景每個主日亦都有神父嘅福音分享，帶嚟最新嘅反思同最新嘅分享信仰。主日彌撒講道盡在 LMAC 頻道宗教台，逢星期日有最新嘅廣播同重溫。我哋可以
緊貼一個星期嘅天主教新聞資訊，今個星期第一則直擊本地教會同普世教會嘅第一手報導。天主教報紙摘要，逢星期日上晝6點半 ，LMF 頻道。呢一條頻道每日環環等候，分秒必爭，主打不同嘅新聞資訊、K-pop、鐵路、宗教、生活等不同資訊，將媒體透過社交媒體傳揚開去，連接到全世界，一齊邁向未來。聚焦 Aaron， 放眼世界，最快最新嘅盡在 LMF 頻道。翻嚟新聞時間，跟住睇下啦，就係關於呢嗰個今個星期嘅公教報報導。除咗頭先啱啱睇到書基書百科啦，一啲特別嘅節目啦，先睇下啦。另幾則報導先係包括有耶穌會劉聖義神父安息主懷，享年97歲。呢位神父呢係喺9月22號離開我哋嘅，喺聖保祿醫院病逝，享年97歲。劉聖義神父喺1926年8月24號生於愛爾蘭嘅都柏林，1943年加入耶穌會，喺1957年都喺都柏林晉鐸，1951年奉命派到去到香港學習廣東話，喺羅馬宗座額我律大學拎到教會法博士學位嘅劉神父，曾經喺耶穌會嘅修院任教會法。1962年再次奉派去到香港傳教。60年代嘅時候呢，劉神父接受公教婚姻輔導會嘅創辦人之一耶穌會郭洛斯神父嘅邀請，擔任呢個該會嘅顧問。徐成斌主教亦都任命佢喺1969年為教區會議嘅策劃委員會主席。劉神父亦都出任九龍華仁書院嘅耶穌會團體會院長。1972年到1978年出任香港耶穌會嘅副省長。1978年到1990年出任港大利瑪竇宿舍嘅社監。1986年到2012年就出任香港教區法庭司法代理。1990年到2007年，劉神父出任香港華仁書院校監，並且擔任該校嘅耶穌會團體會院長。佢亦都會善終服務組織善寧會嘅創辦人之一。2002年到2012年去到擔任宗教公教進行式嘅聖母無玷之心小堂嘅主任司鐸。多年嚟，劉神父亦都致力透過教育工作為香港教會培育人才，深受教會嘅內外人士愛戴。佢榮休之後喺華仁書院繼續陪伴青年。劉神父嘅安所彌撒會喺10月7號星期六上晝10點喺油麻地九龍華仁書院聖伊納爵小堂舉行。彌撒之後隨即出殯，就會奉到去，而靈柩亦都會去到香港跑馬地天主教墳場安葬。彌撒亦都會適持花籃。耶穌會亦都呼籲教友，亦都為劉神父嘅安息祈禱。當日應該會由我哋嘅周書基主禮為佢嘅安息祈禱。另外，睇埋今個星期，另外，嘉諾撒仁愛女修會修女慶祝入會白金禧始發初願。嘉諾撒仁愛女修會喺9月10號提前慶祝痛苦聖母瞻禮，喺堅道修會聖堂為入會白金禧嘅曾美良修女舉行感恩聖祭，由嚴德龍神父共主祭，並由范思浩神父共祭。修會嘅姊妹、在俗成員、家人同朋友合共100幾人出席。嚴神父亦都勸勉在場嘅教友為曾修女感恩祈禱，亦都慷慨回應上主嘅派遣。曾修女亦都係從事教育幾十年，不少嘅人才亦都特別為貧困嘅小朋友。今日係大家接棒嘅時候，
我哋要跟隨修女學好榜樣，充滿福傳嘅熱忱。另外，華山修女喺9月16號宣發初願，當日一眾修女同親友去到堅島修會總院極聖堂，見證華修女善道生活。喺感恩聖祭入邊，教友亦都透過修會上嘅黃佩玲省會長接納修女此發正潔神貧服從3願。發願禮儀由林銘神父主持，佢勸勉華修女要歡欣喜樂咁走奉獻道路。發願之後，華修女被會派到去聖嘉諾撒聖方濟各書院服務，從事牧民工作。而今個星期眾裏尋詞呢，係由我哋嘅主教周書基寫嘅來自蒙古的心情訊息，就講到蒙古啊。咁啊，周書基呢，啱啱先去完蒙古，咁啱亦都見到教友中呢一個眾裏尋詞咧，都係幾特別嘅噃。仲有1、2則報導嘅，就係不斷頭先嗰則報導就同大家講緊啦。咁聽日我哋會繼續 update，我哋會隨時直擊最新新聞資訊，留意住國際天主教新聞同埋天主教報紙摘要。今個星期寫內容就係擔任橋梁教會，就講下周書基、周主教、聖書記。咁我就叫做而家遲啲嗌佢啦，我就會嗌周書基啦，唔再嗌周主教，係嗌周書基。嗌得個名都好隆重啊！主教公署公告啦，今個星期冇乜相關報導。普世教會啦，頭先就講咗2則報導，頭先同大家講咗。主日講道就係嚴德龍神父講道論行，誰先入天國？副刊靈修小品，從柏林到巴黎，沿途有女天國好像。有講樣，哈哈，又回應鄰居。牧者之歌，傳媒不忠的魔咒。綜藝額 V。聖方濟亞西西嗱嚟緊，因為4號就係佢嘅主保瞻禮，亦都係受祭界日期入邊啦。咁係今個星期3啊，咁就係受祭界時期嘅一個特別佢嘅瞻禮。到我禮拜亦都係為我哋都求呢位主保幫我哋嘅世界啊，即係而家都趨向一個趨勢，所以大家要特別留意求呢位主保幫助我哋一抹清界。無謂的自尊，二筆同埋二筆啦。每個人都是天主的寶貝。今個星期天主教報紙摘要去到呢度，下個星期同樣時間再見，拜拜。